方言所看这边的节目，客家戏曲，某一天客家人来播，因为有青岛的工作人员，佢们参与的客家戏曲的发展过程。张金荣老丁道祥，伊位导演，伊位编剧，伊伫客家戏曲挺早的开始就参与的。今日邀请佢两位来讲，佢按多年来参加客家戏曲拍摄的过程。因为我是海军退伍，我在杨志号服役，我对海本来就有一直，然后我爸又是船员，对，所以我对海一直有那个向往。那以台湾的创作环境，这一下就是在这个就是比较难，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海上拍的戏。客家人只能往山上去，不是种茶、种香蕉，要不然就是做客家美食。然后导演家有一幅18、17世纪的海图。我就看，我觉得，难道客家人不能讨海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客家人讨海。哎，想来跟导演讨论，好像有哦。新屋、桃园好像有，真的有讨海的客家人。那导演就去查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，哎，讨论我们查资料真的有，那我就燃起火花了。那导演他的毕业制作是拍海上的，对他有经验，对他就觉得这拍起来会很棒。设定了桃园一个科可港，我们赶快把这个企划案完成，然后也去提案，然后台内也接受这个案子，也觉得很棒。才发现那个科可港早就淤积，早就废弃了。他们去看景才发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变成你桃园没有那种比较适合的、漂亮的、比较小的、大的就不是。那这时候导演就提出说。我们把场景转到小琉球，一个在客家族群好像跟大家都不合的客家人，他一个人跑到小琉球去不行吗？可以啊。对，这个案子就这样延续下去。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筹备已经是10月、11月了，然后如果要开拍应该是12月到1月了。那其实因为台湾的东北季风影响非常大，尤其是如果是真正的在永安渔港那附近的小渔港，那一定是肯定没办法出海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查了一下，大概全台湾唯一不受东北季风的影响的，只剩下小琉球，其他的应该都会影响，而且风浪都很大。那我们那时候就询问了一些人嘛，那当然，他们都说，小琉球到冬天还可以下海，因为其实有川哥要下海的戏，他有潜水，因为那时候剧本里面都有这些。那纵使我们不要管风浪，如果说海水太冷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下去，而且我们还有考虑到水底摄影的问题。你也要考虑到现实状况，演员能不能？所以我每写到一场戏，我会请教堂哥，我要设计一场你跳到海底，拿着水手刀把缠在螺旋桨上的渔网割下来哦，你能不能演到？堂哥没问题。对啊，而且导演也能够把它呈现出来，是很感动。
我记得最有趣的就是主持人就跟我讲话哦，他这一秒还很认真的讲，然后突然就跟我看着我说，我觉得我还是吐一下好了，然后就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去看景的时候非常有趣，然后摄影师啊、灯光师他们也都晕了，堂哥也有，然后我就说那好，以后我们都要晕船药。那刚开始大家都会吃晕船药，可是后来因为在海上我们拍了很久，啊，大概过1-2个礼拜以后，开始有人可以不吃晕船药了，已经渐渐适应了。我是有以他的形象去做，我们已经合作很多次，大家都有默契，包括他脚上的伤，就设计是被鲨鱼咬，都完全都那么刚好，对，就是一切都是那么该轮到你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顺利。堂哥是没话讲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一部戏，我们还在筹备的时候他就非常认真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就会有人说啊，堂哥太白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晒黑啊，然后他就去涂助晒剂，然后去好像去健身房去晒，对，就去照那个日光。对，然后他把自己，然后剪个短头发，接近光头的样子。他因为中间我们有休息1个礼拜，是因为堂哥那时候去嘎另外一部戏。那一部戏他回来很高兴，告诉我说，李义群看到他的样子，他说你这个就是渔夫的样子，就是渔民的样子，你不用演就像了。那我想一个演员他在就是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当他能够把他的外形造型都变得跟那个角色，就是让人家一看就是出来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加分到最极致的一个表现。客家电视电影院，陶海仁、唐川。唐川在剧中饰演一位老渔夫，一位辛苦的单亲爸爸，戏里演出对儿女的关爱以及现实生活辛酸，真情流露，令人动容。在这里，我还要用我的母语讲。客家語言文化喺台灣多元化社會已經開花結果，希望大家多勞聲音嚟講客家話，什麼大家支持，謝謝。堂哥这个戏很棒，真的是很棒。对，他把那种渔夫心里面的，他对白不多，但是他的戏份就是靠一个楚楚的演技演出。对，我觉得他当之无愧了那一年。对啊。